今屆嘅中年好聲音都幾進取喎，黃渤就已經開始預備錄新歌啦，仲回應埋老公豪租炮台山酒店呢單新聞添。另外咧，我成日都有個錯覺就係朱千雪咧就已經約滿 TVB 咧走咗噶啦。喂，唔係喎，原來啱啱先至續約。喂，近排咧無啦啦俾人傳死訊嘅陳奕迅啊，阿女咧啱啱簽咗華納做女新人啊。華納喎，成日杯葛電台嘅喎，好咩？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唔中意 TVB 嘅話，呢一度唔啱你，唔好嘥時間啦。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先講下黃渤先啦，中年好聲音3嘅冠軍黃渤，嗱好快脆咧就已經有第一個商演啦。咁啊睇訪問嘅片段啦，反應都幾熱烈㗎。啲客戶咧除咗圍住個台啊聽佢唱歌啊握手之外啦，更加咧上埋台合照。不過呢啲咧通常都係啲商演咧會有嘅情況出現嚟㗎啦。黃渤仲表示咧，公司就已經安排咗佢錄新歌，咁啊已經聽咗 demo 啦，同埋收到份詞嘅，佢自己咧就好中意。咁啊至於最近有消息指咧，阿老公啊豪租炮台山嘅酒店啦，哇擁有呢一個無敵海景添啊，仲夾硬咧將佢同阿張雨晨咧擺埋一齊去比較啊。黃渤就回應咗啦，佢就話咧其實酒店嘅租金咧係冇報道中咁貴，即係冇3萬蚊月租咁勁嘅。咁啊而且咧係租俾爸爸媽媽住嘅，因為佢哋好少嚟香港啦。難得嚟到啦，咁啊希望咧佢哋可以住得舒服啲啦，好啲啦。咁啊而且咧酒店咧亦都近佢哋自己屋企嘅，方便之後咧睇下可唔可以有時間咧帶爸爸媽媽出去玩啊。至於張雨晨咧，即係啲傳媒都好中意咁樣噶啦。總之拉兩個人擺埋一齊講咧，有個比較，有個話題咁樣啦。咁啊今次咧就拉咗張雨晨落水啦。咁原來咧佢同黃渤咧都係同區嘅街坊嚟嘅，住嘅地方咧就同呢一間酒店咧咁啊相距唔係太遠，大約係6分鐘到嘅步行嘅距離到啦嚇。咁佢就租住咗咧英皇道一棟咧，哇67年嘅舊樓啊。咁啊由於嗰棟樓咧即係比較有歷史啦。咁啊，而且呢個設施咧都比較殘舊少少嘅，更甚係咧曾經發生過呢一啲慘案啊，就個媽咧勒死咗個 BB 女啊。咁啊，據了解咧呢一棟嘅大廈咧係有唔少劏房嘅，哇，原來都幾貴嘅喎。據報道講咧，180尺嘅套房咧月租咧係差唔多成萬蚊嘅，哇，180尺。月租套房喎，係咪真係貴咗少少呢？1萬蚊喎，呢個價錢應該係咪有第二啲選擇嘅呢？不過即係有利㗎有弊㗎，雖然就舊啲啦，咁啊相對價錢我自己覺得係比較貴咗少少嘅。咁但係喺嗰區嚟講嘅話呢，交通都算係好方便啦，亦都方便佢日後工作嘅。不過大家啲 fans 呢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因為張雨晨呢就已經接到呢廣告商嘅一啲嘅工作啊，下個月28號咧就會帶團去中山旅行嘅，而且工作咧係接踵而嚟嘅，咁啊相信咧佢好快脆咧就可以搬去另一個新居噶啦。好啦，頭先提到朱千雪啊，朱千雪發生咩事呢？續約咯。咁啊，朱千雪咧上年5月嘅時候咧就已經榮升做媽媽噶啦。咁啊，再加上佢大律師啦，同埋大學講師嘅身份啦，目前嘅工作咧真係少之又少，所以搞到咧我有一段時間真係以為佢已經約滿咗 TVB 咧，拜拜走人噶啦。咁啊，原來咧唔係，係我自己誤會咗啫。啱啱出席活動嘅時候，佢就透露啦，係同無線咧已經續咗約噶啦。咁啊，佢話其實公司咧一路都俾咗好多空間佢啦。咁啊，過往無論係讀書又好啦，即係一啲做法律嘅工作上面都好啦，公司咧都唔會點干預佢嘅。咁啊，好多嘢咧都會問咗佢咧，就係可唔可以啊？即係時間上咧都俾好大嘅自由度佢嘅，同埋好尊重佢嘅安排啦，佢嘅選擇嘅。咁問到喂，會唔會自己去自立門戶做翻經理人呢？咁朱千雪解釋咧，就因為同公司咧已經有好多年嘅關係啦。
經理人咧亦都合作咗好多年，咁啊雙方咧合作都非常之愉快啊，咁啊所以咧就冇話諗住自己自立門戶。咁問到仲有咩興趣做幕前嘅工作呢？佢就表示咧仍然係有興趣嘅，不過因為本身工作上面咧都幾多嘅，咁啊所以咧都會細心啲啦，去選擇下啦，就冇封後門嘅，所以仍然有機會咧可以見到佢咧幕前嘅演出。其實咧飛天爺爺咧，即係之前即係好幾年前啦，開始中意睇朱千雪嘅時候咧，好快脆佢就已經咧好似突然之間喺幕前消失咗，就再去讀書啊，跟住做律師啊之類此類咁嘅嘢啦。所以我開始留意佢嘅時候咧，就已經變咗咧係好少見到佢噶啦。咁啊希望啦，即係遲啲多翻少少時間啊，或者多啲機會咧，可以睇到佢幕前嘅演出啦。好啦，咁啊另外就係陳奕迅啦，哇，即係好無辜啊，無啦啦咧，之前邊啲人咁黑心咧，就傳出呢個死訊啊。咁啊好在冇事嘅，咁啊甚至咧最近咧亦都傳出就話咧，佢個女啊阿陳康提咧，就原來唔經唔覺咧已經係20歲噶啦，咁啊並且已經簽約華納唱片做今年嘅重點力捧新人。咁華納方面咧亦都證實咗消息，咁啊至於新歌嘅消息咧，佢就話遲啲會公布嘅。咁啊睇翻啦，近年一啲新聞啦，咁啊上年年底咧曾經咧傳出咧華納咧係杯葛商台嘅，就會全體咧缺席叱咤嘅。咁啊有報道指咧係因為商台啊嘅贊助嘅關係啦，贊助商嘅關係啦，就同華納咧就抹咗面炒大鑊嘅。咁啊於是乎大家咧就傾唔埋啦。咁啊再加上係咩咧？張天賦啦、洪家豪咧都未能夠打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5強。嗱，調翻轉啦，曾經都係呢一間公司嘅舊歌手啦，合約歌手周欣婷咧，反而有得留低喎。不過只係傳啫，咁啊最終咧都係有派歌手現身嘅。喂，反而喺新城勁爆咧，華納就真係冇歌手出席啦。咁但係睇嚟似乎華納同商台啊，同新城啲關係都係麻麻地嘅。不過咁樣講，依家做歌手係咪真係需要同啲電台嘅關係非常之好先至可以生存到呢？又好似唔係咁喎，即係依家個玩法真係唔同晒啊！另外有啲嘢咧同一樣嘢，咁但係喺唔同嘅劇集裏面咧都真係會唔同晒㗎。講緊嘅係解離症啊！嗱，呢一個禮拜咧就做刑偵12啦，大家有冇睇？我自己暫時嚟講咧都非常之中意嘅，覺得好緊張下嘅。咁啊，裏面咧亦都講到就係解離症啦。嗱，依家呢個刑偵12咧就係張振朗啦，佢嘅解離症咧即係人格分裂咗一個坤哥出嚟啦。咁佢同阿坤哥咧係可以咧喺同一個時段，大家互相係溝通，係可以接觸到，大家係會有互動嘅。咁但係我又諗翻再早之前刑偵日記嘅黃浩信咧，黃浩信喺裏面咧，我冇記錯應該係解離咗分咗4個人格出嚟嘅。但係呢4個人格咧就唔會好似刑偵12咁樣咧，直接可以溝通、直接互動去傾偈嘅，係唔可以嘅。所以黃浩信咧，若果想知道咧另一個人格做過啲咩咧，佢係需要花啲嘅功夫。又或者若果某個人格 A 或者人格 B 咧，想留一啲嘅信息俾第二個人格嘅時候咧，佢要做些少嘢咧，就先至可以做到，而唔係咧直接可以兩個咁樣溝通嘅。所以大家都係刑偵咧。咁但係處理呢一個解離症咧，似乎個手法都好唔同喎。另外我睇過其他嘅一啲劇集咧，即係解離症嘅唔同嘅人格點樣走出嚟咧，就唔會話無啦啦隨時隨地我話依家咧就想要人格 A， 跟住唔係喎，呢個環境我想要人格 B， 佢唔會嘅，佢係需要咧即係發生咗某一啲嘢啦，或者個情緒遇到啲咩嘅波動嘅時候咧，先至會令到佢咧出現咗唔同嘅人格。嗱，到底真真正正嘅解離症係點嘅樣咧？我就冇細心去研究過，亦都唔敢話俾大家知真正嘅解離症係點嘅樣，只不過見到幾有趣喎，即係同一樣嘅病徵啦同一樣嘅嘢啦，唔同嘅劇集裏面咧有唔同嘅注解同埋一個演繹嘅方式。不過提提大家唔好去劇透，即係唔好話俾我知邊個即係邊一個，唔好講，等大家自己睇劇集嘅時候自己傾啦，好冇？
最後少少題外話啦，咁啊之前同大家講過就係飛天爺爺嘅小紅書咧，就一路就開咗好耐噶啦，不過就乜嘢 post 都冇啦，咁啊純粹我嚟睇下熊貓。咁啊前一兩日咧就貪得意咧，就攞咗啲新聞稿咁啊出咗啲 post 啊，有反應喎。咁啊亦都有啲意外嘅收穫咧，就係接觸到一啲咧平日原來有聽開飛天爺爺嘅 YouTube 節目嘅內地朋友啦。咁啊或者佢哋冇用 IG 啊，又或者冇用 Facebook 啦，咁而我自己亦都好少再上去微博噶啦，咁啊所以一路咧大家咧都冇乜溝通啊，冇乜接觸過嘅，就反而今次貪得意咧就接觸到大家啦。咁啊若果咧即係無論你係嚟自邊一度都好啦嚇，有用開小紅書嘅話咧，又唔介意小紅書上面啊關注多一個 account 嘅話咧，不妨過嚟啊揾下飛天爺爺啊，say 個 hello 都好啊〜